龙眼蜜是台南东山的重要特产，为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故乡的产业，东山国中积极推动养蜂特色课程，不只在校内设置养蜂场，同时与嘉义社区大学老师杨政伟合作，带学生来了解采蜜流程。今天是采蜜，采的是你们东山特有的特色，什么蜜？哦，龙眼哦，你拢知影龙眼蜜，这个特色就是你们东山这边的在地特色的龙眼蜜。那我们今天特地带学生来操作所谓的摇蜜的课程。那我们是跟嘉大还有嘉义社区大学老师他们一起合作。那也感谢我们校长来我们学校之后提出的这个养蜂的特色课程。那主要是针对3个方向去做讨论。好，那第一个，我们每校都要有自己的特色，然后刚好结合在地东山龙眼这个产物，然后我们去做养蜂的课程的设计。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也加入 SDGs 的环境议题，因为环境变迁对于蜜蜂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那第3个蜜蜂是农业啦，那目前农业养蜂它有一个断层，那如果没有蜜蜂来授粉的话，那世界的食物就会少了很多。跟着蜂农老师每个动作，将蜂框拿出来，把蜜蜂剥掉、割蜂蜡等步骤，最后放入机器摇蜜，一步一步跟着体验如何采收蜂蜜。继续做，你继续做，不要偷懒。可以切薄薄的就好了，薄薄的就好了。很好玩，可以认识到蜜蜂的新知识，还有养蜜蜂的过程。对，感觉会很刺激，然后第一次体验这样子。那会怕蜜蜂吗？会，但是还没被叮过。东山国中表示，采蜜课程过去在学校就曾做过，不过让孩子亲身来到养蜂场体验，这样更有意义。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，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故乡，同时也对环境保护议题更加重视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